的老婆呀？你在说什么呀，相公？咋了？你别碰我！你们是在拍戏还是在 cosplay？ 我还有方案要改，先告辞。相公，你没事吧？你的眼睛看不见？放心吧，姐姐，等我嫁过去，我有办法让他休了我。妹妹真想好了，他那个胆小懦弱的败家子，我不想嫁给他过一辈子。今天是我们2个洞房花烛夜，你因为我看不见，就嫌弃我。天干物燥3更天了，你应该去当差了。当差？我当什么差？你是义夫，在驿站当差，每日当值8个时辰，每3日值1次夜差，从子时到4时。这么惨？白天上了，晚上还上，那不是比996还惨996？那我要是不去呢？罚银3两，杖责20。